有冇人同我一樣，天氣一轉就成日咳咳咳？唔使煩，京犬香醇片片果茶出咗個京犬咳咳停鹹檸茶，幫大家生津潤燥。佢嘅成分有話梅、檸檬、金桔、雪梨、冰糖。今次京犬仲特別加入台灣高山金萱茶做基底。金萱茶本身帶淡淡奶香同花香，入口順滑，回甘持久。配上天然果乾，唔單止潤喉止咳，仲多咗一層茶韻。唔講咁多，京犬都飲啖先。飲落去少少酸，少少鹹，又有啲回甘，係一種好溫柔嘅平衡。名副其實係潤喉救星。天然果乾加優質金萱茶，比例由我哋專業團隊調好，你只需沖熱水，2分鐘就有高級版鹹檸茶。仲等？快啲去網店買盒果茶飲下啦！